王媛媛的公益活动 ，DNR 唔免急救 ，AD 移入医疗决定，主演王媛媛。我甲你讲哦，我验了，若是有安怎，你千万唔通骗我讲，抑阁会当活真久哦。母啊，我知啦，医生有讲过，这有病人自主管理法的规定。你若要知你的病情，医生一定会先甲你讲，你放心。抑阁有紧急的时，你千万唔通硬要甲我救，迄用电呢，会甲我电到乌青结血，实在真恐怖，我才无爱遐尔啊痛苦咧。我了解啦，阮顶礼拜已经有去病院详细问过啊，嘛签好移入医疗决定。若是将来拄到这5种情形吼，医生会照你签名的决定去做啦。好，就互我来介绍。第一，月期的病人，医生讲病已经受严重啊，五脏六腑的器官已经衰败，无功能啊。听医生的口气，应该是袂好啊。阿母啊！第二，无法度转好的昏迷，就是亲像脑部大量出血了后，已经昏迷半年啊。经过2个神经医学专科医生诊断，是一种无法度起死回生的昏迷，永远袂搁再精神啊！阿母，阿母啊！第三，永远的失不人，就是脑部严重受到病变，背顶袂当的失不人，倒规半年，经过2位神经医学专科医生断定是会正做永远的失不人。阿母啊！第四，真严重的失智，就是脑部病变到完全袂认得人，使了的失记，专心无力。失灵，爱长期倒伫病床，经过2位医生确认，失智的程度达到极度啊！阿母，是我啦，阿母。要第5，哈？还阁有哦？政府公告的疾病，身躯痛甲无法度忍受，病拢治袂好，而且照当时的医疗水准，无任何办法会当解决。而且爱政府公布，亲像一寡罕见的镜头。阿母啊！好啊，别拢叫啊！唉，这5种病拢是无生活品质的，好佳在有病人自主权利法。这情形若是差讲，嘛是挺好花真侪东。毋过即马病人自主权利法会当互咱家己决定，若是拄则讲的这，是毋是要用毋用机械维持生命？医生就会使按照你的意思来处理。用机器维持生命，有好有歹。像心肺复苏术、机械式卫生系统、血液制品。特定疾病适的专门治疗，重度感染的时所用的抗生素。若是用这，好处是你的视线拢会当看到你，毋过你倒伫眠床顶袂叮当，较艰苦。我用想的，就感觉皮皮喘，迄伤艰苦啊！这拢是会使家己决定的，也有你若无在条吞的时，敢若会使用决的。我甘愿要是嘛无爱，互人用管呢。会啦，若是你还阁会当吞，我会一喙仔一喙慢慢甲你饲啦。若是你无在条吞啊，顶摆医生有讲过，迄个时阵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度消化，你已经袂有枵的感觉。若是硬甲你饲，你规身躯会肿起来就艰苦咯，安尼就无水啊。喂，大家想看卖咧，这拢是你家己会当决定，要做还是毋做。想要了解，就爱去做事先决定的移入医疗照护咨询。安尼你若有问题，就会当问医生。阮做实习的，才会知影啥物是爸母想要爱的，啥物是无想要爱的。
和专业的医生、护理师、和社工师，也是心理师来甲病人和厝内的人斗阵参详，互相了解。对啦，医生，请问我以前有签过无爱急救，讲是猪园啊，这甲你一直讲的阿弟啊，啥物决定，敢无共款？毋是 D 园啊，是 DNR。另外呢，嘛毋是叫做阿弟啊，是 AD， 是医疗决定的意思，这两个无共款哦。这 DNR 无爱急救，是家己会使签的，厝内的人嘛会使伫你买机的时阵来帮你做决定。但是这医疗决定 AD， 只有家己会使签，只有家己会使为家己的未来先做好决定，别人我都替你做决定的。以前签的 DNR 无爱急救，只有用伫买机的病人过身以前会使莫急救。即摆的医疗决定 AD 会使让5种病人会使莫插管，也就是莫使用维持性命治疗的各种医疗，或者是甲鼻胃管提掉，互更较侪病人会使更较有尊严的善终。而且签 DNR 无爱急救是免咨商，要签这 AD 一定爱像即阵安尼。爱先来甲阮医疗团队做伙讨论，了解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内容以后，才会当签。对啦，医生，我有签 AD， 若是发生意外的时阵，医生，你敢会毋救我？袂啦，请你放心，不管是啥物人，不管你有签无签，送去病院的时阵，阮拢会来救。救起来以后呢，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，就会使照你的意思来做决定啊啦。母啊，你安尼就会当放心啊。嘿，